愿他们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我们跟旁边邻居挥挥手，我们一起来敬拜。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欢唱，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实现救恩，我们唱歌来赞美他，澎湃大海同来歌颂他，因为他要公义审判，他的双手说发自爱，我们爱说欢呼他，大地都向耶和华欢乐，一起大声欢呼歌颂，用情和诗歌歌颂他，一起大声欢呼赞美，让我们起来全心全意赞美他。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奇妙的事，他的双手施行救恩，我们唱歌来赞美他，澎湃大海同来歌颂他，因为他要公义审判，他的双手说发自爱，我们抬手来欢呼他，大地都向耶和华欢乐，一起大声欢呼歌颂，用情和诗歌歌颂他，一起大声欢呼赞美，让我们起来全心全意赞美他。大地都向耶和华欢乐，一起大声欢呼歌颂，用情和诗歌歌颂他，一起大声欢呼赞美，让我
起来，全心全意赞美他。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起来，全心全意赞美他。主啊，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在这国度里从天降下来。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国度，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言语，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的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
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的灵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荣耀国度充满，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的灵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在这里，在这里，恩典的灵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每天每天的来颂赞你、赞美你，将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因你的大能充满在这里，充满在这里，在我们每个时刻都有你的同在。我们不管是在上班、在家里，在任何的路上，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大大的来赞美你、颂赞你。我们不忘感恩，献上感恩的心，谦卑的来寻求你的面。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主啊，在这里献上所有的一切。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用新的诫命来宣扬我们的信仰告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现在进行奉献，我们请当值的同工。
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的敬拜你，因为你统管了世上的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气息都在乎你。我们要献上感谢，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坚定的在你的所安排道路上行走，也希望你的话语常常成我们的力量，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也奉上一些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最后，我们要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现在进行报告，有周报的可以翻开周报那一页。我们继续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代祷。我们看第二点，教会消息。教会消息的第一点，请各团契的会计将2021年的年度决算以及账册，在1月9号前，就今天交给干事，然后以利查账委员查账。第二点，请各团契会长，请将和会手册资料，就是2021年的事工报告以及今年的事工计划跟财务报表，在1月16号前交给干事会诊，以利校对跟编制和会手册。第三点，1月10号礼拜一，就是明天，那教会1楼跟地下室进行全面消毒，那暂停开放1天，请会友留意。第四点，1月11号礼拜二，北中71之1次的议会于新店教会召开，那2位牧师以及2位代议长老前往参加。第五点，1月15号礼拜六，就是下礼拜六下午2点召开小会，4点召开长执会，那请长执留意。第六点，下主日1月16号爱餐结束后进行教会全面的大扫除，那请各团契会长留意总务处的公告，那协助分配会有打扫工作。第7点，2022年第1季的新永光读经手册在1楼的招待桌，那请自由索取。第8点，即日起，为了符合会计认证标准，那教会的本堂的奉献登记方式取消联名奉献，那采取个人的独立奉献以及编号，那请大家配合。那如果需要用编号奉献的，请到1楼干事登记。那团契消息跟奉献明细，我们大家自己看。那有奉献明细有错的，我们跟1楼干事修正。那我们现在来看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诗篇95篇，诗篇95篇。那我来念，诗篇95篇1到5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上帝，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来到我们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愤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今天的讲道题目是用生命颂赞，我们欢迎志恩牧师。
好，喂，好像有点高哈，我再调低。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开始牧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平常你们比较多看到人呐，哈，或看到一件事情，你们比较多会先赞美，你们比较多赞美，还是比较会数落别人？放在心里想就好了，没有让你们举手哈，不要紧张。可以想一下，你们比较多对这个人，或者是对一个事件，你们比较多是看优点，我们讲说正向思考好了，还是看缺点？好，这样想一下。或者是说，当别人在赞美你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的接受，比如说人家赞美你说：“哦，博彦你好帅哦。”对啊，我就是这么帅，感谢主，对不对？很坦然的这样接受，这样，还是说表面上说啊没有啦，我没有那么帅啦，哈，那个就是有的人会这样子啦，哈，但是其实心里怎么样？暗自窃喜，啊，我真的这么帅，看，只是嘴巴上又很感觉上要故作谦虚，要否认一下这样。或者是说，当别人在赞美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会觉得啊，你随便讲的，一点诚意都没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别人在赞美你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啊，那个人就是吹牛啦，随便说的，没有打从心里这样子。赞美一定要名副其实啊！赞美名副其实的赞美，才会让你觉得你的赞美是诚恳的。发自内心的，然后也会得到鼓励。好，我们也会得到鼓励。有口无心啊，或者不切实际、吹牛的那种赞美，反而会适得其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职场上，或者是在就是人际关系上，有的时候会讲为了一些场面话。但是这种场面话说久了，说实话，其实对方都听得出来啦。自己讲着也会觉得有点心虚。也会觉得有点心虚，所以这样子的赞美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破坏彼此的关系。因为即便或许你下一次你讲真的，他还会觉得哎卖 gay 啊，别假了，好，你根本不这么认为，好，对不对？博彦，会不会有人觉得一直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你根本不认为我帅，你每次都在那边照镜子都觉得我比较帅啊，哈，然后你说我帅根本就是场面话而已。不好意思，今天老师拿博彦，因为他今天理了一个头，非常的 fashion 这样子哈。好，所以赞美就是也要有智慧，好，也要有智慧。那我们通常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会用诗歌敬拜，用诗歌来赞美。好，再来想一下，我们在乐团带着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唱过去，有口无心的唱过去，还是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首诗歌我不是很熟的时候，我可能我为了要去学会怎么唱，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打从心底，就是那个歌词可能融不到我的那个感觉哈。那可能一首诗歌我们要一定的熟悉度，然后呢，那个歌词那个意境，我们才会比较可以跟我们的生命 touch 到，然后我们才能发出这样子的颂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明明这首歌我们也熟了，唱过好几次了，也会唱，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这样就是这样，或者是我们嘴巴也不愿意打开跟着赞美，就是为了一个仪式，等这个仪式过去这样子。今天的经文诗篇95篇，诗人写这首诗篇的诗人一开始就邀请我们一同开口赞美神。我们来看一下1到3节的经文。好，这边一开始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上帝，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好，诗人的赞美其实是有凭有据的，他绝对不是碰轰随便说的。他是根据什么呢？他根据上帝的作为。在第一节的后半句就有线索了，像名侦探柯南这样找线索哈。上帝什么作为呢？在这3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诗人赞美上帝的拯救。他赞美上帝是因为上帝是他的拯救。上帝的拯救就好像在洪水急流当中的一块大磐石立在那边，然后我们可能冲被洪水冲啊，快要淹没，然后上帝就把我们捞起来，放在那个磐石上，很安全的，然后等候这个洪水，等候这个灾难过去。然后接着诗人认为，在这个时候他认为赞美的力道好像还不太够，于是紧接着在第4、第5节他就追加码对上帝的赞美。我们一起来读第4节、第5节，来，请。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好，地的深处，山的高峰，沙漠旷野，请问有多少人能征服？有人征服过吗？全世界有人征服过吗？或许有人说，有人登顶啊，那个喜马拉雅山最高峰，有人爬上去啦。好啊，爬上去，他能在那边待几天？他能一直待在那边吗？好，说地的深处，那个我不确定，佑书是不是现在的潜舰潜水艇啦，他能在里面最长可以待几天？你知道吗？牧师突然这样子问，哈？就是也是算天的，不是算年的嘛。好，再怎么样，再厉害的潜舰，它也总要浮上来吧。好，它也要浮上来嘛。那更不要说人，我们人潜水、深潜、浮潜，你深潜你也是要你也是要上来啊。你能征服吗？我们能征服吗？我们没有办法征服人实在是非常的渺小哈，但上帝却为了我们这些软弱又渺小的人，精心设计了整个宇宙啊！精心设计了整个宇宙，所以这个诗人他除了赞美上帝的救赎，他也赞美上帝的创造。赞美其实是我们对上帝最基本应该有的回应。但是很可惜的时候，我们人很健忘，很容易就忽略上帝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有时候会流于形式。若是遇到不顺遂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对上帝有产生质疑。有的上帝，你是没有看到吗？你没有看到我这么苦吗？啊，你没有听到吗？你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吗？这首诗篇的前后段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1节到第5节，诗人呼吁我们要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赞美。好，那个 PPT 再跳一下，跳到再下一章。好，后面的段落第8到第11节，他在叙述，诗人在回顾的是当时他们以色列在旷野漂流，就他的先祖这些就是这个诗人他的列祖，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充满恩典啊！其实，在旷野的时候真的是恩典满满，但是呢，在恩典满满的日子里，他们却一直在埋怨上帝，一直在埋怨上帝，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照组。前5节是在讲说，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要来赞美神，我们要赞美，因着上帝的作为，我们要赞美。但是后面这8到11节，却是在讲一个反差。恩典这么多的，在旷野的日子，却是抱怨连连的日子。对于那一个所求无度、只会享受恩典，却不懂得感恩跟赞美的信仰群体，诗人在此发出沉痛的呼吁。一个会感恩、懂得注视上帝作为的人，就一定会对上帝发出真实的赞美。那些曾经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不断的抱怨生活上的缺乏，他们总是忘记上帝如何在每一天信实的降下玛纳跟鹌鹑来喂饱他们。
他们总是忘记上帝总是适时的，如何适时的从磐石出水，让他们可以止渴。他们总是忘记上帝如何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好叫他们不会受到白日的太阳跟黑夜的那个寒冷来受害。那个沙漠旷野的那个太阳真的是很可怕，那个太阳叫做会咬人呢，真的会咬人。台湾的夏天这几年比较明显啦，这种夏天是热到晒，有些人很喜欢晒太阳哈，想要晒的一身那种古铜色这样子。可是我最近这几年，那个台湾的太阳真的是夏天，那个太阳真是咬到皮肤会刺痛这样子。那更何况那种沙漠旷野的太阳。可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恩典几乎每天都在经历恩典，但是他们对于上帝的作为却是这么的健忘，或者是他们完全忽略，有看没有到这样子。人会抱怨，人难免会对现况感到不安跟恐惧，这一切都在证明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因此按着人的本性一定会意识到有一位神，不论你相不相信上帝，你都一定会意识到有一位神的存在，因为人是实在是很有限。而上帝却透过他的创造，不断的在提醒全人类，我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观看大自然的时候，真的是赞叹啊，真的是赞叹。他不断将那些大而可畏的威严安置在世人心中，可是我们却常常像那群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有看没有到，有听也听不到，只看着自己的需要，只看着自己的缺乏，这也不够，那也不够，这也不足，那也不足。我们一直在注视着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却不常常将上帝的恩典跟作为放在心里，仔细的来思量。于是乎，有的时候，当我们工作事业不顺利的时候，会唉声叹气，却忘记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依然养育他们，养活他们，何况是比飞鸟更贵重的我们呢？好，当我们总觉得好像找不到方向，不晓得该往哪条路走，或者是一直纠结在我一定要这么走，我不这么走不行的时候，然后呢，在这样的时候又撞墙，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撞墙，然后就唉声叹气，却不会想到说，铺陈日月星辰，创造这世界，带给这世界非常美好的秩序的上帝，他难道连一条路都不会为我们安排吗？这个日月星辰都不会相撞万物生生不息，我们都上过生物课嘛，那个食物链多么丰富，整个多元的物种，就这样，难道没有神吗？一定有一位神，那一位神是哪一位神？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可是当我们觉得好像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忘记上帝都会这么安排的这么精密，难道不会为我们安排一条活路吗？然后呢，有一群人会特别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一群无神论者。好，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里面，就是世界啦，全部是指全人类。有一群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有神，但是又无法摆脱人其实真的有限的这个事实，因为只要是人呢，就只能活在上帝所创造的时间跟空间里面。那个灌篮，你即便多会灌篮，跳得再高，你的就是这个地心引力，我们没有办法抗拒这个地心引力，我们只能活在上帝所创造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也只能活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时间里面，每天24小时。还好有早上跟晚上，如果都没有晚上，我们都不用休息，那真的是爆肝啊，马上就爆肝了。我们也都只能很卑微的从妈妈的肚子里被生出来，而且我们被生出来之后，我们还一定要有人来照顾我们。
否则我们很快就性命难保。就连道成肉身的婴孩耶稣，上帝也必须要安排一双父母来照顾他、养育他。许多我们无法否定、无法否认的事实，都明明的摆在我们眼前。但是有那些无神论者，却常常说没有神，或说我不需要神。你最好不需要神。如果没有一位神为你来安排这一切，真的活不过1个礼拜啊！没有饿死，也渴死在妈妈给你生下来。为什么妈妈会有奶水来喂养你？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哎，没有怀孕生产的妇女是没有奶水的，只有生产的妇女才有奶水。为什么？多么奇妙！你能说没有神吗？另外就是没有将荣耀颂赞归给创造万物的上帝，就是罪啊，是一种自以为可以掌握一切的骄傲。有一些人承认有神，但是却又没有敬拜上帝的人，也是陷在自己的罪里。这个罪是什么？他们从自己的恐惧不安当中构想出各种神明来满足、填补自己的软弱跟不足。以前牧师也是拜拜的嘛，哈，在30几岁以前，我们2个牧师都是拜拜的。其实那些偶像神明在庙里面的，我们是为了自己的需要，那些也是人造出来的，人雕刻出来、人想象出来的，或者是人造神运动把它造出来的。本来是一个人，就是把它拱上去的，好变成神明这样子。于是乎，那个时候人会软弱嘛，在过去好久以前，有人想生小孩生不出来，就去拜有一尊叫做祝生娘娘，好，你们可能没听过啦哈。祝生娘娘，哦，我想生小孩生不出来耶，一直想要怀孕都没办法怀孕呢，我就去拜那个祝生娘娘，好，想说拜那个祝生娘娘就可以怀孕生小孩。想要赚钱呢，就去拜土地公，那土地公也是造出来的啊。拜土地公啊，赚大钱安尼吼。然后想要平安过日子呢，就去拜妈祖等等的。但是当这一些偶像，当他们蒙灰尘，你一个装饰品摆久了，你都会有灰尘嘛。年代久远，你会有破损嘛，也会掉漆嘛。那你需要去给它油漆呀。然后还要给他穿衣服啊，好，然后呢要整修啊。请问啊，这些神明他们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吗？还要人去照顾他吗？当这些神明需要人去照顾、看顾的时候，这些拜偶像的人就拉不下脸承认，他们所拜的其实也都是有限的，人所造的，人的手所造的被造物。他们无法解释这些神明为什么不能洁净自己，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他们没办法解释。你现在问我，我以前在拜拜的，我也没办法解释啊，就觉得理所当然啊，破了就要补啊，脏了就要擦啊，不然呢，他们也不会自己干净啊。他们从这边走到那边，还要人去搬他们，他们也不会自己走到那边，有脚也不会走啊。那些祭物摆在那边拜给他们吃，他们真的有吃吗？最好他们能张开嘴巴去吃那些东西，那你会吓死。我跟你讲，他们拜拜的人自己都吓死了。但是他们容许自己的双眼继续被蒙蔽，假装看不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以至于当他们在面对人生结局终点站的时候，他们常常是担心受怕。牧师常常要走殡仪馆，看到许多，当然以前牧师在拜拜的时候，我们也有参加过葬礼。我们都知道葬礼，基督教的告别式就是棺木会放在那个礼厅的后面嘛，然后我们就是参加的人，最后要瞻仰遗容啊，然后我们就看啊，然后跟他道别啊，跟他感谢啊，跟他祷告等等之类的。
可是，一般拜拜的人哈，就是没有拜上帝的人，他们很忌讳，他们很忌讳。当他们要盖棺，就是棺木要盖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有他们的司礼会讲一句话说：“请向后转。”就是比如棺木在这边，我本来大家都是这样面向这边嘛，然后棺木要盖起来的时候，他们要他们向后转，为什么？他们怕会煞到，就是怕那个邪气会冲到你们啊。这就很矛盾啊！躺在那里的那一位，不是我们的至亲好友吗？然后我们不是你们还不就是拜拜的人，不是还拜他们吗？既然拜他们，然后他们又是你的至亲好友，为什么你们还会怕他伤害你们呢？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这么多矛盾的事情，然后面对人生的死亡。死的人也很害怕，因为他不晓得他要去哪里去，因为他拜的神明没办法跟他挂保证，你一定会去哪里。然后呢，活着送他一程的人也很害怕，怕被他冲到，怕被他伤害到。这么多无法理解的事实，这么多明明摆着的事实，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感谢主，感谢上帝给我们有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最终会走向哪里。上帝乐于赐给我们智慧谋略，让我们享受他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懂得谦卑自己，要敬拜赞美他，要因着他的作为敬拜他赞美他。我们要在万民当中做那个领头羊啊！我们要带头赞美，我们要带头赞美，带头向我们的神，向我们的上帝匍匐敬拜，向他发出真实的赞美。第6、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第6、第7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要听他的话，就不可应着，再继续应着景象。好，接着第8节的前面是就听他的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再应着心，应着景象。我们请放在下一章的 PPT。好，对，就这个。每年的1月6号是主显节。其实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前面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装置艺术啊，这个摆设已经不一样。我不晓得，因为上个礼拜是合堂礼拜嘛，没有 PPT， 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发现，其实已经那个牧师又做了一些调整跟移动。就是马房已经不见了。好，因为这个时候东方博士在发现那颗星，然后走到耶路撒冷来朝拜耶稣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稍微长大了，已经不是那个刚出生的婴孩啦哈。但是没办法，这个买不到稍微大一点的耶稣婴孩的那个装制品哈，所以这只能用这个暂代。每年的1月6号哈，每年的1月6号是主显节，就是主耶稣向世人显现，好，主显节。是耶稣向东方博士显现的日子，所以耶稣向东方博士显现，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的这个主显节呢，象征着什么？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临到所有全人类，而不只限于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旧约过去还没有到新约，耶稣还没来之前，好，上帝的救恩，上帝特别拣选谁？拣选犹太人啊，拣选以色列人，好像那个救恩只是for以色列人的。可是到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救恩是要给全人类的，好，没有再限定了，好，不是季节限定，不再限定了。在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哈，路加福音非常快，从那个博士来朝拜耶稣之后，然后他们又很快的就会逃往埃及，然后跳到那个耶稣少年时期的耶稣。在少年时期的耶稣，在整个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知道他拥有不平凡的身份，
怎么说呢？他是个完全的人，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个人，他就是个人，跟我们一样有限。他要从母腹里出生，他需要约瑟玛利亚照顾他。好，然后呢，他就是这样跟我们人一样这样的活。但是他也同时，他也是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个完全的神，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就是要以父上帝的事为念。因此，当约瑟玛利亚带着12岁的少年耶稣，12岁哦，我们这边有没有12岁的？举个手。小雨12岁哈。好，少年耶稣就像小雨这么大的时候呢，12岁，他的父母就带他上耶路撒冷过节。行程结束要返回家乡的时候，因为他们大队人马嘛，很多人要到耶路撒冷过节啊，然后所以很多人是同一路的，好，就这样走。那他的父母以为好，耶稣也跟着同行的人的队伍当中，就没有特别去注意，因为12岁了嘛，也不用去盯，不用像择亲择香啊，要这样子紧迫盯人啊，这样子哈，12岁了不用，让他自己走。可是走了差不多1天之后，发现耶稣嘞，耶稣怎么没有跟着这个队伍啊？耶稣这个时候竟然自己一个人就留在耶路撒冷，他也没有跟他在世上的爸妈讲，他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回家。于是当约瑟玛利亚发现耶稣竟然不在队伍当中的时候，他就赶快10万火急的再返回耶路撒冷去找耶稣，要把他带回家。当时耶稣在干嘛？他正兴致勃勃的跟许多老师谈论的圣经啊，谈论的是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书的一些经典。约瑟玛利亚就找到了耶稣之后，就中断了这件事情。就好像你们现在很喜欢打手机那个游戏嘛，手机在打，以前的游戏还可以说，现在干嘛了？可以暂停一下。你们现在好像都不能暂停，对不对？大家一起打游戏的时候，不行，我还没结束，我不能暂停啊，不然我对我的队友不能交代。好，就一定要等你暂停。可是耶稣正打的，他不是打游戏，他讨论经文，讨论的正过瘾。妈妈说。可以了，回家了，大家都回家了，你还在那边打游戏吗？给我结束，停掉，停止 ，stop。耶稣兴致盎然正在做的那件事情，那一刻被他的父母中断了。那一刻，耶稣的身份跟使命受到质疑，但耶稣并没有因为自己，他其实是他的身份特殊。而且他特别又有智慧，因为他又是完全的神嘛，好，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能力，但是他拥有这一切，但他没有拿这些来当借口，他也没有埋怨他在世上的父母无法理解，泼他冷水，没有，在那个时候，他轻看自己的感受，在那个场合。就好像你们在玩游戏，妈妈突然把你拉走回家了，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啊？超丢脸的好不好？小雨，你生不生气？如果你妈妈这样对你，不要说你妈妈啦，如果我这样子叫子爱或子瑜，不要打了啦，打什么游戏？快点，现在做正事了，走了，气不气？一肚子火啊，然后那个垮这个脸，让看那个臭脸，给你摆多久就摆多久。但是耶稣呢？耶稣他在那个时候，他轻看自己的感受，他单单注视上帝，他在祷告中省思他的下一步。于是他愿意顺服天父上帝放在他人生中的时间跟计划，愿意跟着在世上的父母回到那不起眼的故乡，就是拿撒勒。他12岁了，其实犹太人他们13岁就成年礼了。所以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讲，对同时期他们那些孩子来讲，是觉得说，你管太多了吧？好，就好像现在有的人18岁是成年嘛，现在好像开始20岁可以投票。前一阵子不是在争取说，18岁就可以投票啦，18岁20岁差2岁而已嘛，对不对？差不多啦，18岁20岁差不多啦，然后又往下降啊，16岁跟18岁也差不多啦，好。小孩子都想要长大嘛，对不对？
好，那12岁跟13岁那就更差的又更这个距离差距又更小了。好，所以即使在不如己意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定睛仰望上帝的人，就是一个懂得敬拜跟赞美的人。我们都有可能像少年耶稣一样不被理解，觉得有志难伸。但少年耶稣却没有因此他感到泄气，也没有因此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否认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没有。因为他定睛于上帝，他常常祷告，他仔细聆听上帝的话。未来这一年，盼望我们能够以少年耶稣为榜样，提醒自己不要一直聚焦在生活上的难处，不要将自己的委屈无限放大。前面这2盆花，你们觉得大吗？还小？就这2盆。大，好。如果把它放在大安森林公园呢？很小吧？如果这2盆花假设它们是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难题，当我们越接近它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大，它很庞大。我们一直看着它的时候，就觉得它好大。可是当我们看上帝的创造，看上帝的救恩，就好像把它放在大安森林公园一样，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也被上帝拉远了，拉大，因为我们敬拜神，我们跟神同在，我们就会打开我们的视野，你就会觉得其实没有这么难呐，没有这么难，那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小。当我们把上帝，我们更多的注视上帝，当我们更多的注视他，我们的心会被打开，那个困难就会越来越小。因为我们都是上帝草场，我们都是他草场的羊，都是他手下的百姓。他一定会为我们开出一条路让我们走。诗篇94篇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读经进度。诗篇94篇第9节里面有说：造耳朵的人难道自己听不见吗？造眼睛的人难道自己看不到吗？没错，那些印着景象，在94篇里面谈到的，就是有一些印着景象。印着心、印着景象悖逆的人，他们以为没有神啦，他们以为做这些事情啊，没有上帝看不到啦，没有什么神啦，举头三尺没有什么神明啦。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的人，要确信上帝他一定在照顾我们，他一定在看顾一切，并且掌管一切。在团契聚会当中，牧师曾经听过有一些妇女，她们在回想啊，她说过去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现在比较没有了哈。过去应该是你们这一辈的上一辈，因为牧师这一辈，因为分享的都是比牧师稍微大一点点的而已。那些姐妹们分享说，自己曾经真的是多么的被轻看啊！鸡腿一定是给谁吃？鸡腿一定给谁吃？伯彦吃，因为他不只是长子，还是长孙，鸡腿一定伯彦吃。那个以家，那个你跟伯彦那个鸡腿有你的份吗？没有你的份。好，现在这种已经很少了啦，因为连牧师都没有这种遭遇这样子，女儿都受到这种对待了，那更何况媳妇？不好意思，我不要心如，他们应该没有这样的。好，就是说，所以我们可以看8点档那个连续剧里面有没有？可能台剧大家比较不是那么爱看。那个台湾的那8点档连续剧，那种婆媳之间的问题、姑嫂的问题，哇，真的是婆婆妈妈好爱看哦。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内心的那种投射啊。就是他们内心的那种经历跟写照，他们超爱看的，一边看一边生气，跟着骂啊，一边看着一边跟着流眼泪这样子。女儿的身份地位都这么凄惨了，那更何况是媳妇呢？对不对？媳妇的身份地位就更不用讲了，女儿都被看不起了，那还媳妇嘞？好，所以
他们分享什么？在团契的里面，这些姐妹们，她们分享说，她们如何在那种被打压、被轻看的环境当中，她们怎么样还可以继续好好的活得有尊严呢？他们共同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是专心仰望上帝。他们去大自然看上帝的作为，哇，这个花，这个草，那个樱花飘落的那个多美啊！他们观看上帝的作为，上帝，你都这么眷顾他们，那我也是你宝贝的女儿，我也是得到你的眷顾。他们就是这样子挺过来的，一路一路挺过来的。当他们祷告赞美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当他们祷告上帝的救赎的时候，赞美上帝的救赎的时候，就不会一直把那个问题无限放大。因为苦难那已经够苦了，不要再把它放大了，不要再把苦难放大了。当这些姐妹们在苦难当中赞美神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上帝的眷顾，然后他们就有力量继续往前走，可以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价值。即便有的人轻看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被环境淬炼过的生命其实是美丽的，在环境的淬炼当中，依然能赞美上帝的生命是值得喝彩的。让我们在未来这新的一年，我们互相勉励，也彼此代祷，一同用上帝所赏赐的生命来赞美。我们要在赞美当中做什么呢？不是随口说说的哦，我们要在赞美当中来观看上帝的作为，在赞美当中留心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下个礼拜听说会有一波很强烈的寒流要来，寒冷的冬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春天就在不远了嘛，好，春天就在不远处。当我们在逼迫当中赞美神，上帝必会让那些仇敌从一条路走来，但是他们会从7条路逃跑。当我们在惊慌当中赞美神的时候，上帝必将我们安置在磐石上，让我们永不滑跌。或许你正经历生命的严冬，不要怕，只要信，要相信那复活的生命就即将要展开了。苦难不能击垮我们，真正击垮我们的是我们的眼光始终定睛在那个一直无限放大那个苦难上。苦难应该是要让我们可以转向上帝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契机，让我们转向上帝，让我们更谦卑的寻求他。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降下。不是只有在礼拜堂，当我们在各个地方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设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上帝的荣光就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说哎呀，只有赞美只能在礼拜堂，所以神的荣光只能在这里。不是，在哪里呢？在这里的这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耶和华的殿，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和华的殿。因此，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与我们的主相遇。我们不只在礼拜堂跟我们的主相遇，我们在我们无时无刻，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会与我们的主相遇。即使我们的生命看起来有点难堪，有一点难以置信，主啊，你怎么会让我碰到这样子倒霉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的荣美就要充满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充满在这里。愿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主的宝座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这里就是我们的心里，就是我们的心里。神
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对上帝的作为、他的创造、他的救赎发出真实的颂赞。是的，神的国度已经降下来了，神的光辉也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了。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尊荣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是的，主在我们的心里，主在我们的心里与我们相遇，殿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荣耀颂赞，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荣耀国度充满，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
不停息，强大的你荣耀全都归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愿我们荣耀颂赞，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愿我们在生命破碎，在我们被打压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扬声开口赞美你。主，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主，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泉源，成为我们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圣灵的保守与感动，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你们的生命来颂赞我们的上主，从今时到永远。阿们。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会行，总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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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会行，总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